兄弟姊妹平安。咱这是要备办心来参加今日的礼拜，请奏乐。创世纪第3章第8节，日亮恁的时，耶和华上帝行入地园内，因听见伊的声，迄人甲伊的妇人人就秘伫园内的树中来闪避耶和华上帝的面。怎啊来因信息256首，主爱的爸所听的主，请起立。大家有缘徛咧用主教是咱的基督文来祈祷。
我天天的礼，愿你的名声，你的国度到，你的旨意伫听，你的意亲像天意，我的心行入我，写在你的国有，亲像我写在国外人，你传我的历史，就永远传你的人海，因国万年变更，从我起手，代代无之。阿门。煞者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命，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伊温柔病倒人在受苦，天时地死爱众荣辱，会在对世上荣耀我，像你。他是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咱个生活活人甲死人。我是现实，我是神，共同的教会，圣道上好，做下面，求给我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即摆咱用体育文来交托，体育文第13篇。伫信息后面1019页，就是诗篇的第42篇。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永活的上帝。我每日用目屎准饭食。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我对念这个代志。我的心啊，你是安怎物质？就仰望上帝，我犹久要称赞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你的瀑布出声，青烟甲青烟三呼应。你是上主失落伊的阻碍。请坐声，我要对上帝我的召唤讲，你哪会袂记得我？我会对敌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就仰望上帝，我犹久要称赞伊。请大家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虽然今日早时落着雨，正兄弟姊妹犹原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期待信心的降临，引带阮伫即个充满挑战甲变化的社会，赐予阮智慧甲力量，互阮有机会伫你的爱中成长。天父啊，阮恳求你的智慧甲引带，互台湾省的执政团队伫面对各种挑战，有你的带领甲保护，无论是伫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困境中，拢应经由你所赐的智慧，找到正确的方向，甲解决的方法。我嘛祈求你安慰遐个当咧受苦的人，无论是因为战争、自然灾害，还是病痛，求你伫因的困境中甲因同在，赐予因力量甲安慰。祈求你的爱言按打每一位受伤的心，互因伫你的怀抱中找到希望。最后，我嘛为大家祈祷。求你赐予阮智慧甲勇气，去成做即个世界需要的帮助者，帮助阮活出你的爱甲慈悲，成做希望的使者，去帮助遐个需要帮助的人。以上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
阿门。学路，咱只是邀请信歌队献诗，今日要献的诗是信望爱。
感谢圣歌队的学老，列王纪上第19章第1节至18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甲伊用刀杀进先知的事，拢甲亚瑟别讲。亚瑟别就找人去见以利亚，甲伊讲：明日约略之时，我若无互你的性命，亲像因中间一人的性命一样，愿遐个上帝加倍责罚我。以利亚看见安尼，就起来走来逃命。到犹大的别是巴，将罗卜留伫遐。逐日入去旷野，行一日的路障，到一丛罗天树骹，就坐伫遐求死，讲：打煞啦，耶和华啊，求你赐我的性命，因为我无比我的列祖较赢。就倒伫罗天树骹困去，有天使来打伊，讲：起来食。伊看伊，就看见有饼别伫火塘的顶面，阁有一瓶水伫伊的头壳边，伊就食就啉，阁倒落去。耶和华的天使第2摆过来打伊，讲：起来食，因为路真远，你行无法得。伊就起来食伊，啉伊。我靠即届的6行40年，到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伊到遐入一个洞，就踮起来看耶和华的话，临甲伊，甲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伊应讲：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遐的坛，用刀杀你遐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要孝顺我的性命，要处伊。讲。你出来徛伫山里，伫耶和华的面前，看耶和华经过，有大骨头的风，破裂遮的衫，破碎遮的石，伫耶和华的面前，总是耶和华无伫风的内面，风了后有地动，耶和华也无伫地动的中间，地动了后有火，耶和华也无伫火中，火了后有势搁起的声。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衫搭面。出去徛伫洞口，看有啥人甲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伊讲：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热心，因为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遐的坛，用刀杀你遐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因要孝顺我的性命，要处伊。耶和华甲伊讲：去啊，你着去，到大马色的旷野，一定到，就着用油抹哈薛做亚龙王，搁抹临时的孙亚豪做以色列王，搁抹阿伯米何勒人撒法的主以利沙做先知率接你。后来脱离哈薛的刀下，亚豪要杀伊；脱离亚豪的刀下，以利沙要杀伊。总是我伫以色列中留7000人，伊的骹头袂捌几百日，伊的喙袂捌真意。讲道，咱请张牧师讲道。今日的题目是：你伫遮咧做啥物？请咱同心来祈祷。永远存在上帝，你伫圣经甲阮讲，现今所存的，就是信、仰望、甲仁爱，只有这3项会通带到永远。会永远存在，总是这3项也是阮上欠缺的。阮对上帝无信心，阮对将来无肯仰望，阮的疼也有真侪条件，阮的疼也真有限。通过圣歌队一首的诗歌来提醒阮，今仔日伫风雨的中间，阮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仰望，阮会通坚定阮对上帝的信心，知影上帝虽然外在的环境时常咧变化，总是你是永远不变的，你是历史的主宰。阮对你爱有十足的信心。
我也毋望伫今仔日，阮看见将来做你永远要享受阮永远活命迄个愿望。亲像希伯来书11章，这个信心的伟人，因跑走因的人生的道路的时，虽然因无得到所应允的，总是因扛着迄个愿望来跑走，来侍奉上帝。来，互人因为因的存在来得到利益，因用这个愿望，就是将来要来领受上帝的赏赐，永远阳光的冕流。祝阮也用安尼来跑走阮的人生的道路。特别上帝，阮搁较需要有听的操练，因为阮真有限，阮也真自我，阮的听充满了条件，阮真恶。甚至会通讲，几乎无可能去听阮的对答，阮心内充满了怨愤。主啊，你甲阮讲，听是恒久忍耐。恳求主你帮助阮，伫听的操练观点。你通过阮周围阮厝里的人、朋友，通过阮接触所有的人，拢咧提醒阮听的功课。求你帮助阮，凡事相信，凡事愿望，凡事包容。恳求主你，互阮的听更较完全，亲像天父的款式。这也是阮来到你的面前所要学习的。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知影，伫这个时阵，伫这个所在，阮到底咧创什么？你爱阮知影，阮怎样来仰望你，来过阮的人生。每一日无空空浪费，互阮会通来服侍你，会通来知影阮存在的意义甲价值。阮同心伫你面前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我毋知影咱中间有偌侪人真会爱看希腊神话。我知影希腊神话有足侪神明啦吼。即马少年人咧拍电动玩具嘛，足侪用这希腊神话做背景。伫希腊神话内底，神甲人高甜有足侪真精彩的故事伫希腊神话内底。今日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希腊神话内底有几个人因捌受到这神明的刑罚。我举三个，一个是薛西弗斯吼，第二个是普罗米修斯。第三个是阿特拉斯吼，这大概这三个为什么或者互宙斯吼会通该刑罚？薛西弗斯伊这个刑罚，我第一遍听的时候，感觉讲非常的残忍啦吼。薛西弗斯是一个真巧的人，伊知影伊死期伫要到死神叫做桑纳托斯吼，这个拢翻译的名真歹读。这桑纳托斯要来处伊活命的时阵，薛西弗斯甲伊骗，甲伊戴上手铐，或者死神无法度通去掠人的灵魂落去地狱。所以这样代志，互这个咧管理地狱这个冥王叫做黑帝斯，非常的生气。即摆无人搁落来伫地狱，所以伊搁派这个死神，搁一届去甲薛西弗斯甲伊的灵魂甲伊处来。然后甲伊做一个刑罚，伊个刑罚就是讲，你爱塞石头上山啦。迄个石头甲迄山拄好一个安尼 U 字形的，所以薛西弗斯逐摆安尼出来，甲石头扫要到山顶，要到目的地的时阵，即个石头就搁倒倒落来，伊个位头开始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伫迄个所在去塞石头。所以英语讲是Sisyphean，意思就是。你永远做袂了，总是阁无成果的即种的任务，交代你一个，你都反正你一再重复，总是拢看袂到成果，那个位头开始，即种的任务，足侪遮个艺术家会用即个图，用即个故事吼，推石头上山的人，伊会塞石头去个悬顶，就阁过倒来，阁位头塞，阁过倒来，伊会永远永恒不尽，这是第一个薛西弗斯。第二个普罗米修斯，我想即个咱就较熟啊。
因为伊用火或者人类，咱以前火对咱太重要了所以本来宙斯禁止人用火这普罗米修斯伫偷摕火送互人类互咱有火通好用这个互迄个宙斯非常的受气所以伊家刑罚讲，绑伫高加索的山顶逐工拢有只鹰来吐伊的肝啦总是即个普罗米修斯的肝逐工拢去生一个新的肝出来，所以逐工就是爱忍受即种的痛苦即个中间看着足侪只的艺术家用即个图来表示普罗米修斯为着人的福利爱牺牲家己逐工咧承受即种的痛苦。第三个就是咱今日要讲的即个主角叫阿特拉斯地图就是阿特拉斯即种的伊属伫是毋是希腊神话内底有两族会无共款的即个神明的对抗，所以咱知影有一个泰坦之战泰坦泰坦之战即个阿特拉斯是属伫泰坦即族的伊甲宙斯即边遮叫做 Olympus 的即个神族是无共款的即个对抗因泰坦之战内底 Olympus 即边的神明得胜所以失败的即个阿特拉斯就方发讲，你去伫即个世界上西边的所在交代你用你的肩胛头甲地球甲伊撑起来，所以被称为擎天神阿特拉斯这个神话故事是掠地球的人，就是这阿特拉斯所以你有看一寡艺术品会通看见去博物馆有时看会到，这个就是甲咱地球扛起来的人阿特拉斯我有一届无意中去读到一个诗，感觉真有意思值得咱来思考伊的题目有一个笔名叫做方琦的人这个方琦伊是伊本名叫黄泽燕，是读物理的后来伊用方琦做伊的笔名，写一个诗叫做阿特拉斯咱先来看伊这个阿特拉斯伊的诗是安怎写的伊的诗大概是我第一个找无这个到底是倒一个神戴勒菲斯国伊的笔记伊用发伫往水是安，这我找无啦这可能爱去找。西西弗斯伊爱一根石头，普罗米修斯是只鹰咧吐伊的肝脏，阿特拉斯是伊爱甲地球扛起来。这个方琦伊就做一个联想，伊讲阿特拉斯伊扛地球扛甲非常的重，所以为这边要甲挖过来这边的时阵，换肩之际，忽然间无细离这地球刷脱离伊的手，脱离伊的肩膀。伊才发现讲，地球都毋免我甲扛嘛，它仍然悬挂在空中，毋是亲像我想象，我若甲无甲扛，伊就落伫涂骹，拢规个讲甲脆。伊忽然间发现讲，我扛是啥物意思？一滴泪由虚无飘向无穷尽。也是讲，如果你不再被需要，你会感觉安那？你感觉我以前一直爱扛，我一直做这个工，其实是多此一举嘛。我根本都无需要让地球家己的家己悬浮在空中嘛。如果你也想讲到你年老的时候，想讲我一生到底什么意义啊？我为着家庭，为着工作，为着这个代志，即摆回头看，敢若无什么价值，无什么意义，你将如何？所以，这阿特拉斯发现讲，地球无需要伊扛的时，一滴泪由虚无落向无穷远，伫手撑袂到的所在，其实地球像印刷机共款，暗时日是，暗时日去，人真自然伫迄个所在也咧运作。所以，这个方琦用这个来想到，咱今仔日
要讲的主题。伊虽然是互人刑罚的，做时间我即个真重要。我无甲伊讲互好势，即地球会破去，会碎去，关键所有人会死去。所以感觉我即个使命是足神圣，无我袂使。伊家己感觉家己是一个英雄，因为我的付出，我的努力，地球关顶的人才会通安居乐业。所以虽然是刑罚，伊真欢喜去承担即个使命，感觉家己的存在。家己的付出有非常非凡的意义，所以因为我的付出，伫关顶的人，甲我做伙紧密结合的人，因得到真侪利益，所以伊真努力也真尽忠，将即个任务做甲真好势。总是意外发现讲，原来毋免我。我不是必然，非我不行，我毋是不可取代。地球会通家己运转，根本无需要我来讲。所以本来感觉原来真有意义，真神圣的使命，忽然间感觉是真荒谬，感觉是无到底我付出到底什么意思？所以伊会感觉非常的空虚。你姊妹，我想用这来看咱的人生，你有感觉上帝我有这个使命感，甲我放伫这个所在，甲我建立这个家庭，我为着这个家庭付出遐尼多，所以忽然间发现讲，其实我的存在不是不可取代。原来咱无需要我地球嘛咧运作家庭嘛咧运作这个教会无你的服侍，教会嘛是继续咧发展等遮的。变啊，找倒来家己今仔日咧做的代志咱的价值，这个是一个真大的考验。你即卖有时咱会甲家己过头看重感觉这个非我不可咱甲这个重担甲扛到家己的肩胛头，家己感觉。家己这种的重要性，所以使命感觉家己自我膨胀到一个程度，感觉讲我是不可取代的。这个中间好像一线之隔了上帝给我的使命，我付出的代价，无人会通亲像我来取代。到有一天你发现讲，即马无需要我。其实我知咱中间真侪长辈，到咱年老的时阵，到咱退休的时阵，你发现讲，公司嘛是安尼运作人嘛做甲真好势我做偌侪代志，偌侪迄落，根本都这个家庭我也无通付出，我怎变做家庭的负担毋是我咧付出等遮的原来我自己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原来自我是家己想象出来。如果你有这个感觉，你有发现这种的感受的时阵，你要安怎？你要安怎来对你即摆咧做工课重新定位，重新来看这个使命，敢亲像我所想象的是安尼？是你看生命就是真荒谬。所以有时到侪人到年老的时阵，会感觉讲，敢若无意义呢？从我出世从我为着家庭，为着这个然后到年老的时阵，这个也袂晓，迄个也袂识，人也不再看重我，感觉我过去的付出敢有意义，敢有迄个价值？现在承认讲家己实在是真平凡啦我干那伫这个时阵，伫这个所在，我会通做什么代志，我就尽力来甲伊完成来做这。所以咱开始咧定心咧追求意义。如果你有这种怀疑，有这种疑问我们就用今仔日的圣经来看
以利亚的故事。因为我咧读这个诗，然后我咧看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感觉伊好像有一点类似阿特拉斯一样。以利亚的故事，咱大家可能不知悉啦吼。我大概我小甲伊甲大家介绍一下吼。伊是一个伫列王上卷17章忽然间出现的人，无讲因老爸什么人，因阿公什么人，都敢若讲即个徛起日子咧，伊是提斯比人以利亚，都忽然间出现一个先知，上帝找伊讲，你去甲以色列王亚哈甲伊讲，我今仔日我伫你的面前，我是徛伫上帝，代表上帝。为我今日讲即句话了，即几年我若无讲，国家要无落水也无雨，会发生大旱灾。伊真对上帝的权力，伊真有信心，伊代表上帝对亚哈王来宣告。那我若无祈祷，你免想讲要有雨水。伊讲了后，确实上帝重用以利亚。真正即个国家发生旱灾，伊家己本身嘛会受到影响，所以上帝就先交代以利亚讲，你去基立溪边，迄基立溪还佫有水，所以遐你会通用水来啉，然后我要派乌鸦去饲你，供养你。后来咱发现讲，基立溪的水嘛已经干，上帝佫甲安排讲，安尼你去找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自身难保的寡妇。迄住伫西顿的撒勒法迄个所在，你去找迄个寡妇，迄个寡妇会养饲你。即个故事咱大家伫列王上卷17章，咱上帝咧做代志真趣味，伊叫以利亚去挖靠一个家己都只剩下最后一点油、一点米的即个寡妇，然后真正互即个寡妇养饲来经过即个旱灾。中间佫一个插曲，就是伊竟然行神力，互即个寡妇的囝得到救活。伊甲上帝讲，你找我来，互即个寡妇来甲我供应我的饮食，你反而去，互即个寡妇拄着灾难，互伊的独生囝因为安尼来死，你敢遮尔残忍？所以伊拍伫囡仔的身躯3摆，求耶和华讲，求你互即个囡仔恢复，互伊对死人中救活。圣经讲耶和华听以利亚的声，即个囡仔果然就复倒，伊就活。所以咱会通伫即个以利亚的即个甲王甲即个寡妇甲上帝养饲，伊在咧经验上帝权能。上帝有迄个权能，互死人救活，有权能来养饲我。然后咱知伊服侍的高峰，就是加密山悬顶，甲巴力即个5上迄个先知450个人会斗法。即个故事咱伫即个主日学殿来听，因伫个所在讲，咱逐个起弹，太牛，甲切做几地。到底是恁的巴力会去活纳即个对天顶降火来接受恁的祭祀，还是耶和华上帝会接纳我所起的弹？迄个弹家己一个人，所以较简单定遮。咱看遮，伊一个人甲遮450个巴力的先知斗法。后来当然咱知影上帝降火去活纳以利亚所献的祭，来大获全胜。这个伫众人面前表现互大家看，迄时属灵的高峰，上帝真正重用以利亚，然后伊趁即个机会讲，所以遮是假先知，恁拜的是偶像，恁爱甲遮的先知拢甲凿灭。遐450个先知就去互遮以色列百姓甲杀死，而且因为安尼，即个抗旱得到解脱，开始落雨。即个故事伫即个列王上卷18章，这是生命的最高峰。然后你读到19章的时候，规个情势拢转变了。你应该是毋是已经足有能力、足经验到上帝的权能啊？
总是当亚西别听见讲，伊的先知竟然互以利亚甲伊抬死了后，伊就抓讲，明仔载即个时阵，我若无处理的性命，就代表伊无能力啊。所以咱今日所读的以赛亚19，毋是，即个列王上卷19章，就咧描写伊整个心情，转为高峰跌落到谷底。你想，如果你是以利亚，我常常体验上帝同在，伊的能力，我嘛真重视执行上帝你交托我的使命，我都敢去甲王讲啊！我会通甲这个先知底下来斗法，你一直拢互我顺利，忽然间伊得意忘形，认为讲，事实上我做的这个代志是背后有上帝的同工，所以伊开始自我膨胀到一个程度，伫真孤单、真惊吓的时阵，你袂记得上帝权能是超过地上政权，超过亚哈甲即个亚西别的王权。伫这王后讲我要处理的性命的时阵，伊惊吓、挫折、失望，甚至伫路顶树骹讲死就较好。今仔日我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今仔日为你拼到这个程度。竟然我家己的性命都无法度通维持，伫迄个所在，感觉家己非常的可怜。今日落魄到安尼，伊完全袂记得前上帝怎样来施展伊的权力，所以伊的困惑，无一定也是咱的困惑。咱经过真侪代志，上帝背后帮助咱去面对，去甲这个代志处理后真好势。总是到一个程度开始，你怀疑我做这有啥物意义？这拢是我家己拍拼落来。今仔看起来情况没有什么改变啊。咱今仔咧看讲，顶礼拜那立法院10万人、7万人站出来，那还不是3读通过了？过来了，当然后摆咱知影讲，后续还有很多代志要行。有时你会感觉讲。这个青年还是讲，这个人站出来的时阵，没有改变啊，情况还是这么样的恶劣所以到底有什么意义？今日以利亚讲亚哈亚西别，伊的权力遐大，伊今仔日要我都通控制，也坐伫王位，也要想要孝顺我的性命，所以意气消沉。但起码咱莫讲以利亚有时。来看咱家己，咱有时也是会过度自我膨胀，将你过去的成功，你今仔日这个上帝所赏赐的恩典，当作是我家己的功劳。然后到有一天，你会感觉讲，事实上也无人咧甲你感谢啦，事实上无你人嘛做甲足好势咧。你会开始感觉怀疑我的意义、我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所在？所以，上帝要让以利亚知影，嘛要让咱知影。虽然头前的情况也毋是真明朗，虽然即马有亚西别要追杀你，你也未脱离险境。总是后来你要看见我交代你的使命，要你完成的代志，伫你回头去看。迄个意义才会通显明出来。我特别退休啦吼，总是最近我一直咧真感谢，就是1986年我新学院毕业的时阵，实际上也未晓知影什么是牧会，就派去龙田教会。其实我龙田干那2年尔，2年迄个时阵有一群初中、高中的青年。我迄阵嘛无讲会晓要安怎甲因辅导等等，甲陪因成长。然后我就来咱问啊，总是上帝伫最近伫我退休的时阵，一直通过龙田即摆这青年拢已经伫逐个教会咧做长老，一直来回馈、来肯定讲，事实上当时
你所做毋是白工啦吼。虽然我无感觉我有做甚物代志，总是这个青年人，过一届联络到了后，一直互阮知影讲，我事实上阮对因的影响真大。啊，这是阮以前毋捌去感受到的。所以有时你伫迄个阵咧做的时阵，你袂感觉有迄个意义甲价值。所以到最后的时阵，上帝互你的使命甲你所经过，迄个意义，敢若渐渐显明出来。所以当以利亚非常失望的时阵，上帝2届甲伊问讲：啊，你伫遮是咧创啥物？伊家己伫迄个自然，伫家己伫迄个悲伤的中间，求上帝讲：你互我死咧较好。以利亚上帝第一遍甲问的时阵，伊讲：我为着耶和华，我为着你呢，大发热心啊！我勇敢去甲亚哈警告，啊，我勇敢伫加密山甲遐个人争战。所以今仔日啊，你看以色列人弃杀你的约，毁坏你的坛，抬你遐个先知，全部拢是你呢，拢是上帝你呢。敢若今仔剩我一个人，啊，到底你即摆秘起来，秘伫什么所在？甚至今仔日我的性命都有危险。事实上，上帝你问我讲我伫倒位，我要问你咧，上帝你伫倒位？你以前伫遐，你即摆哪会无互我看到你伫迄个所在？所以以利亚伊的回答充满了委屈啊！我是为着你，有时咱嘛会感觉讲，我为着即个家庭付出遮多，我为着我的囝儿付出遮多，今仔囝儿无甲咱感谢，佫定定互咱感觉咱是多余的。我为着公司，我为着教会大发热心，我看无到成果啦，我无受到人的感谢啦，我感觉真孤单啦。我渐渐老啊啦，将来什物人要甲我照顾啦，哪会干那剩我一个尔？我会惊，如果将来我真正囝儿拢全甲无要甲我照顾啊，我年老的时阵生活要安怎？我感觉我以前的付出完全无意义。我感觉上帝你无看过我。然后咱看见上帝用烟火秀表演一场烟火秀。上帝甲伊讲你出来，徛伫山里，伫耶和华面前，你伫我的面前，来，我要为你头前经过。我还未经过以前生活大个透的风，啊，遐个山咧，敢若地动共款，啊，伫上帝面前，佫有地动，啊，佫有火，总是伫即个遮尔惊天动地的情景内底，以利亚无看见上帝伫迄内底，火了后有水佫轻的声。反而是伫遮个代志了后，伫迄个微风有水佫轻的声，圣经无写讲到底什么声，啊内底上帝安怎讲？到底这是咧甲咱描写什么？上帝咧甲以利亚讲，你莫佫秘伫迄个家己怨叹啊，家己感觉真可怜的山洞的内底啦。你出来徛伫上帝面前，我会通伫狂风暴雨之中来出现，我嘛。会显现伫微风细雨内底，是毋是无对啦？上帝伫迄碎碎声到底讲啥物？无写伫内底。我想有时咱拢会感受，可能以利亚当时嘛，望上帝显现伊的权能，马上看见效果。伊的权能是大而可畏，是马上立竿见影。总是上帝无伫迄个内底，伊反而伫你无注意的中间，轻声碎碎来显现伊的旨意。这也是咱伫以赛亚讲，伊的意念是悬过咱的意念。我期待上帝是显现这种款式的，所以上帝用另外一种的款式。需要你去观察，需要你搁来去注意。所以第二摆，
上帝佫问讲：啊，你伫遮是咧创啥物？以利亚听见就用挂衫搭面出去徛伫洞口，然后迄个声佫甲问一解：你伫遮创啥物？问了2次。你也看以利亚的回答，甲第一遍拢共款。我为着你大发热心啦，我安那，今仔日我拄着这代志，你无要照顾我嘛？伊有完重复伊的抱怨甲伊的委屈。上帝无阁甲伊劝说啦吼，上帝反而甲交付另外一个使命。伊甲伊讲：你倒去啊啦，莫阁米搭山来，莫阁米搭这个山洞。我命令你去，甲3个人抹油，甲亚兰王抹油，然后你去抹耶和做以色列王。即摆虽然亚哈咧做以色列王，总是我已经命定耶和要取代以色列王。将来你要看见国家情势改变，然后你的任务大概也到这完成。所以我要爱你去抹油以利沙，以利沙将来要接续，这世界继续咧运转。确实无阿特拉斯也可以，上帝无以利亚也可以，伊要兴起别个人来取代你的地位。所以虽然你要看是安尼，总是后来历史的发展，会伫历史的主宰上帝手中。今仔你敢看见亚哈亚西别，总是当你去抹油伫耶和，当你抹油伫以利沙，这个世界要继续来进行。你今仔日甲他交代去执行我交代你的使命。我还佫有做真重的萝卜，7000人。因的骹头乌毋捌去跪拜巴力，因也忠心伫以色列耶和华的上帝，所以毋是干你一个啦，是你无看见的背后，你毋知的所在，有将真侪上帝萝卜。所以你今仔日干需要尽量伫我即时交代你的工作就好，该做好就好。你准备这时，我忽然间想到以斯帖的故事，这是个另外一个故事。当因受掠去到巴比伦去波斯的时，有一个阴谋，就是波斯人要甲犹太人拢甲伊消灭。当迄个时阵，上帝互以斯帖阴阳聚会，成做这个波斯的王后。所以波斯一个例，就是王后嘛，袂当凊彩去见王，王若无下诏，你入来。大师大义入来见王的时，是杀头的罪，所以以斯帖心内有惊吓，伊无调我去，我袂当去替犹太人求情。末底改甲以斯帖讲，今仔日你毋通想讲你王宫内底较安全。今仔日你若静静无讲，犹大人要对别位得到脱离。得到拯救，总是你甲你老爸家会受到上帝甲你算账，会灭无。要现在你得到王后的位，毋是为着今仔日的时势啊。我底个意思是讲，上帝毋是非你不可呢。你今仔若无爱伫即个时阵做你应该做交代使命，上帝会用兴起别人，我相信伊袂互上帝选民拢走袂去。所以你伫即个时阵，上帝互你徛伫即个位，你勇敢去承担迄个使命，历史会改变。迄个即么，咱今仔日上帝甲我摆伫即个时阵，伫即个所在，一定为个旨意甲伊互我的使命。虽然你不必然是不可取代的，上帝以斯帖若不爱去承担这个责任，其他上帝兴起别人。今仔日上帝甲摆伫这个时阵，我若无去承担我的使命，世界犹原咧运转，公司犹原咧继续进行，家庭犹原咧迄落，总是伫这个时阵，只要我忠于所托，上帝一定会通过我所做的来显明伊的旨意。所以今仔日无一定上帝咧问讲，你
你感觉无意义吗？你感觉无价值吗？你是毋是讲我虽然我活甲真艰苦，我为着家庭，为着什么身心俱疲，我伫想讲我到底我所做的，敢有人咧感谢？我感觉人生敢若失去意义。上帝讲离开自然自爱的煽动，毋是你啦，是上帝甲你咧完成面对你的人生。不管伊是伫狂风暴雨内底，还是伫微风细雨内底，伊邀请你甲伊做伙做同工。但有一天咱到上帝面前，无一定嘛免到上帝面前。当你到一个程度，回头去看的时阵，你当时的付出，你当时终于所托，迄个意义就显明出来了。所以，兄弟姊妹，邀请咱。亲像阿特拉斯，咱甲上帝做伙扛起地球，伊毋免感觉悲哀。是啦，上帝权能大到伊无需要你的协助。这个世界又安尼咧行，地球也咧运转。做时既然邀请我来做伙扛地球，不管是这个地球是工作、职场、家庭，还是我逐工的生活，这本身都有意义。所以上帝交代你人生的使命。交代你这个家庭，互你这个温素伫你的职场的观点发挥，咱尽力来甲上帝扛起这个地球，也望咱最后会通亲像保罗，伊咧回顾伊最后的人生的时阵，伊讲我确实有尽跑走的道路。咱用这来做今仔日的金句，做伙来读。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已经尽跑走的路站，已经受所信的道理。打了后，有义的免流，甲我备办下，就是主做公义的审判师，伫迄日要互我，毋但互我，也要互记那心无伊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章7节到8节，毋忙，咱伫上帝面前。咱所做一切，迄个意义显现，咱会通领受迄个阳光的免流。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通过以利亚的故事，搁一摆来回顾阮家己人生的道路。有时阮会感觉野线委屈，有时阮会感觉无价值，也无人咧在乎，总是上帝咧在乎，因为是你看会起阮，才会邀请阮。来完成你交代阮的使命，恳求你通过你问阮讲，你伫遮咧创什么？阮会通回顾，是我为着上帝大发的心。上帝，你犹原无亏待我。虽然世界检测袂感谢，总是因为你邀请我甲你同工，我的人生就要充满了意义。我要完成你所交代的使命，伊都可以所的名，阿们。咱感谢张牧师的讲道，咱只是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558首，恳求救主对我讲明，请起立。
请坐，奉献。咱请小文甲一如执事。请坐。来消息报告。第一点，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礼拜了后，请兄弟留落来交谊，嘛欢迎到地下室来做伙享受爱餐。第二间，圣乐小组，今日爱餐了，请到6楼会议室来开会。请小组成员来参会。第三点，小会，即礼拜六就是6月7、8下昼5点，要召开定期的小会，请长老物流时间来参会。第四点，音乐会，为着纪念2年前伫美国俄湾教会的庆吉案勇敢牺牲性命救足一人的郑达志医师，咱伫6月16，就是礼拜日的下昼1点。就是郑医师的生日这一天，伫本堂来举办一场叫做来自荷鲁摩萨的天使郑达志医师纪念音乐会，欢迎兄弟迄天会留落来参加。这场音乐会嘛有直播来连接。第5点，下礼拜日是圣德圣经学院奉献的主日，院长阮革命牧师代表因来本堂进道请安，请代祷。第6点，第3季的有阵的事工，咱需要开始安排第3季，就是7、9月的事工，请各团契找时间开会，将活动甲主会安排来送到咱的办公室。第7点，咱要去真清洁工，咱的清洁阿姨吼，因为身体的关系，一定去请示啊，请兄弟帮忙介绍，看有人会协助咱教会清洁的工作。假使有适当的人，请互张牧师也是办公室知影。咱嘛请团契伫主会活动了，因着空间来清好清气，帮助咱环境的整洁。吼，假使有发现便所需要清洗，嘛请来通知咱的办公室。团契消息，咱即礼拜3查经班10点查经班要暂停一届，请注意。教界消息甲大岛的事项，请大家看周报。咱请张牧师补充。咱先甲郑理结束甲第一遍书会准备足久咧吼，嘛恶补啦吼，顶礼拜找我恶补一个安尼
真知啦吼，真好啦吼。咱台语我较侪练习的啦吼，会搁好势吼。毋知有需要我介绍兄弟无哈？有带来朋友啊，啥来会通介绍一下无？有诶，大家真客气吼，看下老咧，咱才做伙来交陪啦吼，咱来行平安礼，好无？怎啊，咱来行平安礼，请起立。请安。斗阵来因信息第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来领受上帝祝，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
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的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倒，闭会。